你刚才说事情都解决了，怎么解决的？你明天就知道。今天太晚了，你要睡觉了。走吧，明天再告诉你。盖好被子。快睡吧，做个好梦。这一次，可以在梦里让我做个好人吗？怎么做一个好人啊？爱你，100年如一日的爱你。那一言为定。拉钩。盖章。快睡吧。XV 的事儿，你真的都处理好了吗？8点了，应该可以搜到了吧？是吗？你看，这就是你们出差的结果吗？你说老谢这人平常不靠谱，关键时刻还是有用处的。这么多年职场也不是白混的。真的太好了吧！小希，吃饭了。吃饭了。别玩手机了，吃饭了。别闹！我要把这个澄清帖转发朋友圈、校友群，还有我爸。这么开心吗？你现在好不容易成员昭雪了，我巴不得全世界都知道呢。哎，对了，我很好奇啊，你们怎么做到的？我们出差去深圳，找了老谢的一个老部下，然后我们就逆向追踪了整个泄露的过程，查到了这个泄露的 IP 地址跟我们没有关系，再把这个证据交给 XV， 他们为了息事宁人，就把这条新闻给发了。快吃饭了。哎，你说我要不要艾特一下我妈？小莲希，我要吃手机的醋了，能不能好好看看面前的我，陪我好好的吃一顿饭？好的，但是我们得快点吃，因为我上午10点还要去给学生上课呢。那我吃，吃完我送你去上课。那你尝尝我的手艺吧，虽然它可能有一点糊。有点糊啊。吃啊。Good。真的吗？